位朋友大家好啊！去到2025年嘅5月12號，隔咗一段時間，我同大家咧喺我呢度嘅 platform 咧，同大家去分享嗰個最新嘅時局啦咁樣。今日都要同大家講下啦。相信呢，隔咗呢個幾兩個月嘅關稅戰，今日先大家都我相信都唔使多講啦，一大突破啦。就一如所料嘅，其實呢樣嘢嚇，一陣間所講俾大家點解，其實就真係一如所料嘅。真係咧，中美雙方咧就喺個瑞士日內瓦咧就舉行呢一個咧談判，結果佢比其他美國同其他所謂貿易對手咧，歐洲、日本啊、越南什麼其他都更快達成呢個首階段協議，就係中美雙方互相大降關稅，而且係大家都減翻115%。大家記得啦，喺較早時就美國橫蠻無理啦，當然唔使講啦，向全球徵關稅啦，當中向中國增加嘅關稅咧更加係天價嘅由一路咁加上去啦。但係中國咧當時大家睇到係直接反制，亦都係對等關稅，呢個係得中國係有咁做，全世界咁多國家有膽識同埋有實力咁做啦。當然即係正如中國我哋所講有底氣啊。其實底氣即係大家都明係有咁嘅實力。即係底牌啦，等於大家賭話事劈鬥大，鬥大你都要有底牌噶嘛。中國係有嘅，所以咧，你見中國外交部一直都係同美國講如果你再玩落去咧，就絕對奉賠啦。有啲人就唔信嘅，以為中國係喺度吹大啊嘛。尤其是啲即係即係諗埋一邊硬係就針對中國嘅嗰套理論咧，就會係覺得吹水。但係你見到美國最終咪又係傾如果美國咁勁完全係壓倒性，係唔需要同你中國嘅可以任你加都中國冇能力反抗嘅，美國根本唔使過往嗰個月。你見特朗普又出嚟講下嘢，又話想習近平打電話俾佢，結果打唔到電話啦。又話咧將會達成美麗的協議。點解因為中國確實係大到美國啊嘛。美國就唔係蠢嘅，大家都知道。美國作為一個即係當今都叫點都係超級大國，全球超級大國。佢點會計唔到究竟中國有冇底牌？結果呢一個談判結果，大家睇到就係證明中國係有底牌，否則美國睬你都傻。以美國大家睇到特朗普尤其是機關算盡，全部利字當頭，點會同你講客氣啊？美國要打壓你、壓迫你係無所不用其極㗎嘛。大家可以睇到不單止對中國啦，你見到而家對全世界國家都係直情係乜都唔好講咁多講利益。你只要能力實力比美國弱勢咧，美國就食住你㗎啦。呢個係美國嘅特性嚟，佢唔會同你客氣食到你盡。但係點解同中國偏偏就係要拉拉扯扯，點都係傾？結果今日呢個嘅美國財長貝森特喺呢個大家中美達成呢一個嘅貿易共同聲明之後亦都講咗句中美兩國係唔會脫歐㗎，佢自己親口講啦。大家睇到啦，尤其是啲即係黃絲界別更加係要即係醒下啦。即係講完一次又一次，但係都係喺度自己陶醉自己，就喺度咧以為咧中國點樣咩爆嗰樣呢樣美國大件事啦，出呢個關稅戰就打敗中國啦，中國今次就末日啦，包括埋香港啦講到好似死咁滯。結果你根本都係自欺欺人嘅，又唔睇事實。事實係點事實就係要傾咯，美國都要傾美國根本就係離不開中國。中國根本你大家睇到，我都唔再重複啦。中國所出一系列嘅反制措施，係同埋一啲禁運俾美國嘅一啲稀土呢啲已經捏住美國嘅咽喉。再加上最近呢個印巴大戰，大家睇到啦，印度、巴基斯坦都講咗幾句啦。我諗傳媒大家都睇到巴基斯坦咧歷史性嘅空軍咧係大勝印度點解佢就係買咗中國嘅殲十戰機結果同埋嗰個激光系統、激光炮啦，傳聞係亦都巴基斯坦係打擊落咗好多架印度戰機。印度戰機邊度嚟嚟自法國啦，嚟自亦都有俄羅斯啦。
根本上係啲幻影啊，法國嗰啲全部都攤晒喺度，全部都俾巴基斯坦擊落。咁你睇到巴基斯坦副總理即時亦都通報中國，即係表示感激啦。當然咁啊，即係呢一個嘅中國殲十戰機巴基斯坦版咁成功，咁啊美國心中有數啦。即係日本台灣更加唔使講嘢啦，自己心中有數，實力去到邊度？呢個世界從來都係講實力，美國都係咁講，冇其他好，冇其他念懸念嘅。基本上呢一個係現實，世界上根本上冇絕對永遠嘅敵人，亦都冇永遠嘅朋友啊！你大家記得喺半個月前，美國仲喺度廿文廿武，哇講到係要咧令到中國咧係咧置中國於死地啊！話佢哋嘅關稅能夠令到中國啊係造成極大打擊啊！特朗普親口講啊，話中國啊面對好大痛苦啊！喺佢哋加咗咁多關稅之後，咁但係中國亦步亦趨，唔同你急，亦都唔會打電話俾你特朗普。電話等唔到啦，結果中國咧不斷對等關稅，咁即係中國外交部其實都不斷重新反覆都喺度講嘅，咁係美國就終於聽得入耳啦，同埋唔係聽入耳咁簡單，係佢計過真係中國講得啱，所以佢就屈服咗。其實今次呢一個結果咧係好坦白講，首階段即係唔好講到咁誇張啦，首階段中國已經贏咗局㗎啦，好明顯㗎啦，呢個已經。因為你互相對等啊嘛，中國互相對等同你加關稅，然後而家大家好回歸翻去未大加關稅之前嘅起步點，即係4月頭之前嗰個起步點，大家都減翻115%，呢個減幅啊，亦都係比市場預期為高啊，所以咧股市即刻港股咧就尾段啊抽升700幾800點啊最高去到，咁道指開市亦都啱啱收到消息啦，係都升差唔多近1000點啦，睇到。事實勝於雄辯，資金亦都係投咗票啦。美國亦都不得不屈服。喺美國你見到大加關稅，尤其是大加中國關稅之後，佢嘅股市走弱啊，債市美債都係突然間急速被沽啊，美國都震啊。呢個無可厚非嘅，特朗普點會唔向現實低頭啊？所以話立場啲人立場係冇用㗎，永遠都係講事實。唔好喺度自欺欺人就話點都係中國好大鑊啦咁，嗰啲咁完全係冇睇事實根據，亦都唔知道中國而家我哋國家嘅實力去到邊度。咁結果美國就最聰明，其實美國唔係蠢嘅。老實講，即係當然啦，美國橫蠻無理呢啲係我哋絕對反對啦。咁但係美國都係聰明㗎嘛，特朗普都讚習近平係咩聰明人啊嘛，唔係講笑㗎。其實佢都唔係傻得晒，佢又講得出重點其實因為中國。唯獨係全球呢一個國家有吉士反制美國，同你對等加關稅。中國亦都一路重申就係話一定要與傾嘅話呢，就要係對等平等，唔好諗住用欺壓、威脅、威逼令到中國屈服。中國就講咗呢句，重複好多次。咁唔係吹嘅喎，結果而家事實證明美國真係埋台同中國係傾出呢一個共同聲明喎。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件即係協議聲明咧，其實影響好大喎。不單止即係當然對中國嚟講係大獲全勝啦，基本上對於其他世界國家嘅影響都好大。你睇下歐洲啊、歐盟啊、美國啊、日本啊、越南啊呢個咁嘅東南亞國家，哇！當時第一時間撲出嚟就向美國搖尾乞憐，即刻喺度求救啊，同佢傾咁樣。結果你睇下中國有咁嘅立場，亦都有咁嘅膽識公平公正，去到不畏強權去反制美國，結果中國得到獲全勝，美國係同佢減到咁盡，大家即刻作出呢個咁基本上讓步嘅美國。簡單講，即係唔好講其他廢話啦。之前吹到咁大啊，即係好坦白講，絕對係紙老虎啊！呢個係正如毛澤東所講，喺50-60年前都已經講得係真係啱㗎啦。呢個係即係歷史有一次證明呢。係冇講錯，美國絕對係紙老虎，即係當然佢有軍力啦，亦都佢嘅實力。但係喺中國面對美國嘅時候，係美國係紙老虎，佢係即係睇穿咗美國嘅底牌啊。咁而即係中國嘅底牌夠硬咁，所以美國結果都係要坐梯啦。咁其他國家都睇到啦。嗱，中國你係平時係跟美國去到圍堵中國，而家美國就帶頭坐低同中國
幾快速咁搣咗呢個 deal，你其他國家仲喺度傾緊，根本美國就起你其他國家未住，你喺度以為附和美國喺度圍堵中國啊攞分啊，好啦，當美國加關稅嘅時候一樣搞你，結果美國為咗自身利益，為咗自保啊，佢根本就係、佢仲快過你啊！其他國家同中國即刻去到傾掂數。咁當然啦，嚟緊90日都有好大反覆，但係其實根本上你話再加翻上去關稅機會就微乎其微㗎啦。美國行得呢步話90日基本上繼續傾，跟住到時又係話繼續延遲如果係立心係唔放過中國，係佢有把炮能夠唔使同中國讓步根本上就唔會達成呢個聲明。咁所以其實一路都睇到個走勢咧，已經知道不言而喻咧嚟緊呢，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想脱歐根本係難上加難。美國其實自己本身咁，所以咧呢一個嘅聯合聲明嘅發表亦都係震動全世界，亦都俾世界睇得清清楚楚，即係咧唔好立場先行，否則咧結果你就會錯估晒成個形勢㗎啦。好啦，呢一節分析到呢度啦，多謝各位支持啦。